若过来，这件是屏东潮州地政事务所一个测量员，今年的6月到山顶去做测量，突然间身体无爽快，怎来昏倒，赶紧来送病院，救无倒来，亡生了。原来是去互剧毒的迄种达尾仔的青的士加死的。医生讲，若万不伊去互蛇来夹着，第一时间，这个空喙爱马上来务冰，或者是做清洁，过来确定这个毒蛇的种类。 马上送病院，赶紧甲伤者送去病院去救。这位屏东潮州地政事务所吴姓测量员，互人发现的时阵，人已经昏去。倒边这位就是吴姓的测量员，今年1月才得到连级楷模表扬，6月和同事上山做工课，说出意外。到最后的话，我们是把他送到高雄农弄区，那到最近才那个死亡证明书才发下来，他说是一个毒蛇的咬伤。当时已经过唔经救援时间，最后也是因公殉职。 当初是真唔甘，地政处嘛表示日后会加强教育训练。198长袖衣服，戴那个手套，戴手套，穿雨鞋。不过，若是真正去互抓夹着，第一时间要安怎做？先辨认这个毒蛇的形状，还有它的这个种类啊。那再者呢，在这个患肢跟心脏的这个中间呢，能用这个弹性绷带来做止血的动作。 也是要赶快送医。我们使用的抗毒蛇血清，可以到1瓶到2瓶就可以救治。除了分别毒蛇是生做啥物款，搁要赶紧来病院，才会使把握唔经救援时间。